根據聖經的末世進程。講章的作者 Hein Christian Timothy Hein Christian Priscilla。 講章發佈日期2013年12月24日。代表翻譯組武士書。編譯日期2019年8月23日。校訂日期2025年11月7日。當主把他的聖會從世界帶走之時，並且依照詩篇第83篇所預言的中東戰爭發生，將引發一場重大的全球經濟、政治與軍事危機。了應對這場嚴重的危機，世界各大國將會坐下來商議，並緊急制定一項共同政策。這項共同政策必須由一個共同的權柄來執行，因此，聯合國將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權力，來負責執行這項共同政策。極有可能，世界各國的軍隊將被置於聯合國的指揮之下。具有奇特吸引力的敵基督者，將贏得世界上許多人的信任，並成為聯合國機構的領導者。目前，沒有人確切知道當今世界上的哪一位政治人物是敵基督者。然而，美國總統巴拉克·奧巴馬仍然是最具代表性的敵基督者形象。奧巴馬將繼續擔任美國總統的第二任期，直到2017年1月20日。如果奧巴馬就是敵基督者，那麼在他擔任美國總統期間，他極有可能會被世界推選為聯合國的總統或秘書長。目前，聯合國的最高職務是秘書長。然而，當聯合國的權力被大幅提升時，秘書長的職位可能會被改為總統，並兼任聯合國軍隊總司令。根據聯合國的條例，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，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俄羅斯和中國的公民，不能被任命為聯合國秘書長。然而，一場巨大的全球危機將改變這些規定。此外，敵基督者也可能是一位年輕且充滿魅力的人物，就像奧巴馬一樣，並將在不久的將來突然出現在歐洲的政壇上。末世的進程將從這一事件開始。敵基督者在擔任聯合國總統之位時，將重新確認一項和平盟約，這盟約有可能在敵基督者登上權位之前已經簽署。該盟約將介於以色列與穆斯林阿拉伯國家之間，並且也有可能包括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國。這一事件是根據但以理書第9章第27節的預言。17之內，他必和許多人堅立盟約。17之半，他必使獻祭和公物終止。他必在殿裏原文作譯上設立那使地方涼的可憎的杖。可憎的杖原文是複數，直到指定的結局傾倒在那造成荒涼的人身上。雙引號。在這段經文中所提到的盟約，就是在詩篇第83篇所預言的中東戰爭之後，為了穩定世界局勢而制定的和平盟約。極有可能，從詩篇83篇戰爭結束的那一天起，世界便與以色列簽署了一項和平盟約，直到敵基督者登上權位之時，中間可能相隔了數年之久。當敵基督者登上權位時，他將重新確認該盟約的效力，並加入新的條款。例如，從敵基督者重新確認盟約之日起的7年之後，若阿拉伯國家在此期間未曾迫害或恐嚇以色列，則以色列必須歸還其先前所佔領的阿拉伯領土。正如第014課所述，我們並不知道詩篇第83篇所預言的中東戰爭會發生在主耶穌基督將他的聖會帶出世界之前，還是之後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這兩個事件將相隔不遠地發生，並使世界的經濟、政治和軍事局勢陷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。這場危機將促使世界各國透過聯合國機構，必須立即與以色列簽署和平盟約。首先是為了解除因戰爭而中斷的石油生產與運輸，其次是為了將各國的財力與權力集中於聯合國，以應對各地的自然災害與社會動亂。敵基督者重新確認盟約的那一天，
將成為大災難時期開始的日子，而7年之後，主耶穌基督將把敵基督者投入火湖的那一天，將成為大災難時期結束的日子。啟示錄。啟示錄是聖經的最後一本書，寫於公元約95年，至今已有1900多年歷史，其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末世期所要發生之事的預言，關於主耶穌基督在末世期之後在地上所建立的千年王國，以及關於在新天新地中的永恆國度。到目前為止，從未有任何一部書像啟示錄這樣如此詳細地陳列末世期的整個進程。主耶穌基督關於耶路撒冷神的殿將被毀滅，甚至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的預言，已經在公元70年應驗，那是主說這話大約43年之後。因此，他在啟示錄中所記載的關於末世期的預言，也必定會應驗。當然，在過去近2000年中，已經有許多解釋啟示錄的注解書。然而，只有在21世紀，我們才擁有足夠關於科學、技術、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宗教以及社會道德方面的資料，來幫助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啟示錄，並且能夠準確地知道，啟示錄是為我們這個時代預先寫下的。這是一個以色列民族在全國被滅亡2000多年之後，因奇蹟而重新建立他們國家的時代。那一代見證以色列人在1967年重新奪回耶路撒冷聖城主權的人，也必定將見證末世期的到來。災難時期和末世期這兩個詞都用來指人類自治政府歷史最後的7年，稱這7年為大災難，因為在世界歷史中，從未有任何時代經歷過如此大的患難。稱這7年為末世期，因為這是神審判全世界罪惡並結束人類自治的時期。在大災難7年結束時，只有那些真誠悔改罪惡，並借着主耶穌基督的贖罪接受神的救恩，並忠心遵守神的十誡的人，才能存活並進入主耶穌基督的千年王國。那些在大災難中信靠神救恩的人並不屬於主的聖會，因為在大災難之前，主已經將他的聖會帶離世界。然而，他們在大災難中被稱為主的聖徒。那時為主而殉道的聖徒將復活，並與主耶穌基督一同治理千年王國。而那些在主再臨時仍存活的大災難聖徒，則將成為千年王國的國民。42個月和1260天。我們需要注意這個細節，聖經宣告的大災難時期將持續1週，也就是7年，並分為2個階段，每個階段為1260天，或42個月。但聖所外面的院子，不要量它，因為它已經給了外族人，他們要踐踏聖城42個月。啟示錄11章2節，這是大災難7年的後面3年半。當聯合國軍隊在敵基督者的指揮下接管以色列的時候，我要賜能力給我那2個穿着麻衣的見證人，他們要傳道1260天。啟示錄11章3節，這是大災難7年的前3年半。婦人就逃到曠野去了，那裏有神為他預備的地方，他在那裏得供養1260天。啟示錄第12章6節。這是災難7年的接下來3年半，當以色列人被天主帶入曠野，以避免敵基督者的殺害。龍又給了那獸一張說誇大和褻瀆話的嘴巴，也給了他權柄可以任意而行42個月。啟示錄第13章第5節。這是大災難7年中的接下來3年半，當敵基督者摧毀了由梵蒂岡領導的合一宗教勢力時，這勢力在聖經中被稱為巴比倫大城。在此期間，敵基督者幾乎完全掌握了這個世界。如此，在大災難時期的7年中，每一年將有12個月，每個月有30天。我們都知道，現在一年有12個月，每個月的天數不同，從28天到31天不等，一年的天數是365.25天。
然而，很可能在洪水發生之前，地球只需要360天就能完成繞太陽一周。因此，一年只有360天，被平均分為12個月，每個月有30天。另一方面，當時地球的軸可能不像現在這樣傾斜23度，並且在地球周圍的天空之上有一層水環像玻璃罩一樣覆蓋着。創世紀第1章第6到7節使得四季氣候和諧，一年中的日子都是相等的。在未來的日子裏，很可能會發生某種自然災害，使地球的軸不再傾斜，地球的運轉速度恢復正常，就像洪水之前一樣，使得在大災難時期和千年王國時期中，一年再次正好有360天。末世時期的7年中一般狀況。在大災難的7年期間，世界將經歷許多巨大而驚恐的動盪，這些動盪是歷史上從未有過並且將來也永遠不會再發生的。在大災難時期中，世界的一般狀況已經被記載在啟示錄第5章所提到的那小書卷的前6個印所封住。第7印，也是最後一個印，就是神對全世界的審判和懲罰。從永恆之處，神已經為末世期做了預備，他在那小書卷中記載了將要發生的一切，並將其封印。唯有主耶穌基督才有權柄打開這些印，因為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了他。他開啟這些印，就是要顯明與末世期有關的一切。我們可以想象這小書卷中所描述的，就好像6幅圖畫，展示了在末日世界的一般情形。一個全球性的政府將會被建立，並置於敵基督者的統治之下。借着口才以及一種奇特的吸引力，敵基督者將征服絕大多數人。啟示錄第6章第1至第2節如此描述這一情景。羊羔揭開了7印的第一個印的時候，我觀看，就聽見4個活物中的一個，發出好像雷轟的聲響，說：你來！我觀看，見有一匹白馬，騎在馬上的拿着弓，有冠冕賜給他，他就出去，得勝並且要再得勝。弓象徵軍事力量，但因為沒有戰，所以可以理解為，敵基督者不是通過戰爭，而是憑着外交才能來征服世界。冠冕象徵統治權，敵基督者將征服世界上的各國，並取得勝利。這將是幾乎全世界都歡喜快樂、讚美敵基督者的時期。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，一個真正的全球政府被建立起來。與此同時，各新教宗派將與天主教、正教會、英國國教等聯合，成為一個宗教實體，並在梵蒂岡的領導之下。啟示錄稱這個宗教實體為大巴比倫。在災難的前3年半裡，敵基督者將利用這個合一基督信仰體系的力量來鞏固他的皇位，而這個宗教體系也會用其權勢，迫使敵基督者在某些事情上作出讓步。啟示錄用一個女人騎在獸的身上的形象，來描述這個合一宗教對敵基督者的限制。啟示錄第17章第3節。隨後，混亂與戰爭將遍布世界各地。全球經濟將在主耶穌基督把他的聖會帶出世界，以及詩篇第83篇所預言的戰爭之後崩潰，從而引發各地的暴亂。人們彼此殘殺掠奪，而地方政府將無力維持秩序與執行法律。在敵基督者的指揮下，聯合國軍隊可能會被派往許多地區，以恢復秩序，並將地方政府併入全球政府體系。啟示錄第6章3到4節描述了這種情狀如下：羊羔揭開了第2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2個活物說：你來！就另有一匹紅馬出來，騎在馬上的得了權柄，可以從地上奪去和平，使人互相殘殺，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。在這個階段，一些發展較為落後的國家很可能會發生種族滅絕的戰爭。許多國家的名字將會從地圖上被刪除，
並被併入聯合國的10個區域之一。每個區域都將由啟示錄17章12節所提到的10個王之一來統治。騷亂和戰爭之後，將會出現由自然災害所引發的全球饑荒，尤其是由於冰雹和混雜着血的火投在地上，地的1/3燒掉了，樹的1/3燒掉了，所有的青草也燒掉了。啟示錄第8章第7節。啟示錄第6章5至6節這樣描述這一情況。羊羔揭開了第3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3個活物說：你來，我觀看，見有一匹黑馬，騎在馬上的，手中拿着天平。我聽見在4個活物中間，仿佛有聲音說：1公升小麥賣1個銀幣，3公升大麥賣1個銀幣，油和酒也不可糟蹋。在這大饑荒中，食物將變得比向來被視為奢侈之物的油和酒還要昂貴。1錢銀子相當於1個人1天的工價，卻只能買到1升麥子，只夠1個人1天的口糧。4. 接下來的自然災害是隕石墜入大海，使海的1/3變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1/3，船只也毀壞了1/3。另一顆隕石爆炸，碎片落入地上的水源，大河使1/3的水源被毒化，許多人因喝了受毒污染的水而死亡。啟示錄第8章8至11節。世界上1/4的人口將死於騷亂、戰爭、饑荒和自然災害。如果在大災難開始時，世界人口是80億，那麼將會有20億人死亡。啟示錄第6章7至8節描述了這種情況如下。羊羔揭開了第4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4個活物的聲音說：你來，我觀看，見有一匹灰馬，騎在馬上的，名字叫作死，陰間也跟隨着他，他們得了權柄，可以管轄地上的1/4，又要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和地上的野獸去殺人。在此期間，野獸將闖入城市和鄉村尋找食物和水，他們將攻擊人類。5. 簽署和平條約3年半之後，敵基督者將破壞條約，率領軍隊佔領以色列，並將自己高舉為神。敵基督者將建立一個全球宗教，讓世人敬拜他自己。敵基督者將摧毀由梵蒂岡領導的合一宗教組織，該組織在啟示錄中被稱為巴比倫大城。敵基督者將逼迫主的子民，就是那些不願接受敵基督者印記也不敬拜他的人。許多災難時期的聖徒將被敵基督者的政權殺害。啟示錄第6章9至11節描述這種情況如下。羊羔揭開了第5個印的時候，我看見祭壇底下有為了神的道，並且為了自己所作的見證而被殺的人的靈魂。他們大聲喊叫，說：聖潔真實的主啊，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給我們伸流血的冤，要到幾時呢？於是有白袍賜給他們各人，又有話吩咐他們要安息一會兒，等到那些與他們同作僕人和弟兄，像他們一樣將要被殺的人，湊滿了數目的時候。在災難時期中為道而死的聖徒的呼求，讓我們看到地上的居民將站在敵基督者一邊，殺害主的子民。很有可能在那時候，敵基督者的政權將制定法律，允許其國度中的任何人搶奪並殺害那些沒有帶着他印記的人。同樣在這個時期，形狀像蝗蟲的邪靈從陰間無底深坑中出來，遍布全地，使那些帶着敵基督者印記的人受痛苦。他們將因為這毒害而痛苦5個月，卻不能死。啟示錄第9章1到11節。蝗蟲邪靈的災禍之後，就是2億邪靈馬軍的災禍，他們將殺死1/3的人類，也就是在自然災害之後剩下的60億人當中，大約有20億人，正如上文第4點所提到的。如此，在7年災難的中期，世界人口只剩下一半，約40億人。6. 接下來，
是惡性瘡災降臨在所有帶着敵基督者之印記並敬拜他的人的身上。然後，海水和一切水源都變成血，海中所有生物都死了。隨後，日頭的烈熱焚燒人類，又有大黑暗降臨在敵基督者的國度，使人們因那黑暗的力量而受痛苦。啟示錄第16章。接着，整個宇宙將震動，並有流星雨出現，日頭變黑，月亮變成血般深紅，群山與眾島都被挪移，天空捲起，好像書卷被收起，眾星失去1/3的光輝。啟示錄第8章第12節。啟示錄第6章12到14節就這樣描述這一景象。羊羔揭開了第6個印的時候，我觀看，大地震就發生了，太陽變黑，像粗糙的黑毛布，整個月亮變紅，像血一樣，天上的星辰墜落在地上，像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，落下還沒有成熟的果子。天隱退了，像書被捲起來一樣，山嶺和海島都從原處而去了。那時，主耶穌基督將與眾天使和他的聖會一同降臨在地上，毀滅佔據耶路撒冷的敵基督者之勢力。敵基督者將召集東方諸王的軍隊前往中東，與主耶穌基督爭戰。啟示錄第16章13到14節。主的一位天使將洗伯拉大河乾涸，使東方諸王的軍力，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中華以及東南亞各國，前往中東，在哈米吉多頓聚集，然後他們都將被消滅。這是耶和華用來擊打那些與耶路撒冷爭戰的萬族的災疫。他們雙腳仍然站地的時候，他們的肌肉必腐爛，他們的眼球必在眼眶裏腐爛，他們的舌頭必在口腔中腐爛。撒迦利亞書第14章12節。末世期的進程將以下事件結束：敵基督者和他的假先知將被主耶穌基督捉拿，並投入火湖。撒旦以及他所轄管的邪靈將被囚禁在無底深坑之中。在末世期結束與千年王國開啟之間，將有對仍然活在地上的主的子民的審判，正如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節所記載的，並有那些在災難時期為道而死的聖徒得以復活。啟示錄第20章4和6節。